那我们就如同往常上课一般，先观修皈依和发心。那观修皈依的时候呢，就观想对方虚空有导师、释迦、世尊。那世尊的两旁呢，有持世还有文殊菩萨等八大水果子围绕。那在他们的下方呢，就是修心教授最主要的依据就是入行论，所以就观想入行论的著者吉天菩萨。那吉天菩萨的四周呢，有二圣六庄严或是十七大班智达等印度的祖师围绕。那在他们的下方呢，就观想宗大师等一切藏传还有汉传的祖师围绕。那在他们的下方呢，就观想尊者，然后一切和我们具法缘的上师围绕。那观想呢，他们都是真正的佛。那他们能够成佛，最主要呢，就是依靠着成佛的方便，也就是灭地和道地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呢，佛宝呢是导师呢是佛宝，然后呢正皈依呢是法宝。那法宝指的呢就是灭地和道地。那行识之中呢具备灭地和道地功德的呢就是僧宝，那也就是我们的助伴。那在了解了三宝之后呢，就自诚的对三宝做皈依，而且呢视为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呢，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，然后呢三宝呢都是了知的，然后前进的呢对三宝做皈依。那我们皈依的目的呢，不仅仅是说今生能够得到安乐，或者说仅希求来世得到安乐，或是不堕恶趣，或是来生呢能够解脱等等。我们皈依最主要的目的呢，就是希望一切的有情呢都能够成就佛果位，然后为此而做皈依。那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在观修皈依的时候呢，皈依发心的时候呢，要先缘念就是世尊，然后还有像是持世、文殊菩萨等等，然后以及和我们具法缘的上师呢，就是每日这样去观修的时候呢，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特别的呢？对我们的内心会有什么样的注意？其实最主要呢，就是因为说，比如说一些上师可能是我们很早以前依止的上师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长时间没有相见或是遇到的缘故呢，然后内心好像会觉得说，跟这个上师的关系好像越来越远，然后内心呢，对于说这个上师的恩德呢，也就慢慢没有办法现得起来。那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，就是如果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人，那这个人的关系肯定和你的关系会来得比较紧密。然后这个人呢，他讲的话呢，你也比较容易放在心上。那比如说呢，我们可能在20-30年前呢，然后有一个上司呢跟我们讲授了无常的道理，但是呢，这20-30年之间呢，如果我们都没有见到这个上司的时候呢，然后自然而然我们会觉得说，跟这个上司之间的关系好像已经断掉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每次观修皈依和发心的时候呢，要去思维这些上师，最主要原因呢，就是要去思维说这些上师呢，他们对我们的恩德。因为呢，我们唯有就是思维了上师的恩德之后，才有可能获得上师的加持。如果我们都不去思维上师对我们的恩德的话呢，那我们不管怎么样呢，都是没有办法获得上师的加持的。所以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，就是希望我们的心呢，能够和上师呢变得更为的相近。而且呢，我们要去思维的时候呢，就是不要去比较说，哦，好像这个上司对我比较有恩德，然后那个上司呢，好像恩德没有这么大。其实这样去思维呢，是一种错误的思维，就是一个只传你一个寄送的上司和一个传你一整部般若经的上司呢，其实他们两者恩德呢是一样的。我们要去做这样的思维。那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呢，就是比如说呢，我们现在住在台北，那我可能呢就是在台北住了很长的时间，然后跟台北邻居呢，就是我们都彼此认识。但是等到某一天呢，我搬到高雄去的时候呢，然后可能一开始呢，跟台北邻居可能还会有些联络，但是你可能在高雄住个3-5年之后呢，跟台北邻居呢，然后渐渐的呢就没有再联络，然后乃至于说忘记说你的邻居到底是谁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依止上师呢，就是如果我们不每天去意念上师恩德的话呢，那很有可能会发生就是上述的这种状况。所以呢，就是一个上师呢，他可能在很多年前呢，然后他为我讲法，然后对我有法恩。但是如果说我不常常去意念，然后去想起这位上师的时候呢，然后我们可能呢就会渐渐的就把这个上师给遗忘掉了。就比如说呢，我们东西或后这旧的东西就忘记了，或者说你买新的之后呢，然后你就会去做比较，觉得说，哎，这个新的东西比旧的还要来得好这样。但是我们对于上司呢是不可以有这种比较的心理的。
再举例来说呢，就是一个碗里面呢，就是你要让这个碗里面的水呢，就是它里面的液体能够满的话呢，那不论说你装的是茶或是水，乃至于说呢是1滴或是2滴呢，那对于说这个茶碗呢能够装满呢，都是有所注意的。那就如同说呢，我们肚子很饿的时候呢，那无论说是吃饭也好，或是吃面也好呢，那它都帮助我们去除肚子饿的这种痛苦。所以当我们在非常非常饿的时候呢，就已经饿到不行的时候呢，你其实并不会去挑食，觉得说，我现在非常非常饿，所以我一定要吃什么东西，或是一定要吃什么东西。这个时候你并不会去挑食说，我一定要吃什么什么，而是只要有食物给你呢，你就会马上去吃。那所以呢，就是当上师呢，他们传法给我们的最主要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能够帮助调伏我们的心绪，然后能够让我们的烦恼能够减少，或者说呢，透由这些讲法呢，可以让我们从三界的火宅呢脱离出来。那当这个时候呢，无论说这个上师他传给你的法呢是多还是少，一定都是对你有所注意的。他可能只传一个寄送给你，那这个寄送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对于你调伏心绪，或者说对你将来能够证到阿罗汉果有帮助的话呢，那就是有注意。同样的呢，他传一本经一整本经给你，然后传这本经给你的时候，对你有所注意，同样也是有所注意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并不能去区别说，好像这个上师对我传的法比较多，或是这个上师对我传的法比较少，不可以升起这种比较的心。而是看他传给你的法呢，是否真的对你有所注意、有所帮助。那就如同说呢，就是有人呢，就是他因为希望我们的身体能够好的缘故呢，他可能给我非常非常昂贵的药。那或者说呢，有人他为了我身体能够很好的缘故呢，所以他供养了非常丰富、非常营养的食物。那乃至于说呢，还有人为了我好呢，所以就比如说像说我们现在都觉得说吃维他命 C 呢对身体有帮助。那无论说呢，这个人呢他是给你食物也好，或是他仅仅给你维他命也好，那其实他想要帮助我们的那个发心呢都是一样的。你并不能说这个人给我维他命好像就少少一颗，所以好像不怎么样。然后这个人给我很丰盛的食物，看起来很好，所以这个人对我比较好。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，而是最主要是看说这个人呢，他在帮助我的发心，他是一种利他心，或是帮助我的心，在对我的时候呢，那我自然我就会去感恩这个人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每次在观修皈依发心之前呢，都会希望说大家能够去观想和自己具法缘的上师。那最主要的目的呢，就是希望我们的心呢能够更亲近上师，能够和上师离得更近。那第二个呢，也是帮助我们自己不要去忘记那些曾经教导过我们的上师。所以呢，大家在观想这个时候呢，不要会觉得说不知道为什么原因，好像都要观想这个，好像没什么用处，其实并不是。那接下来呢，观修完皈依之后呢，那我们就是观修发心。那观修发心呢，所谓发的心，也就是大乘心，就是我们所讲的呢，为利有情愿成佛的心。那最主要是要去思维呢，我们为什么要发起一颗大乘心呢？我们升起大乘心最主要的目的呢，那可以从2个角度去思维。那一个呢，就是透由清果的教授去思维；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透由自他换的角度去思维。那清果思维的方式呢，就是先去思维说，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过去呢是没有一个开始的，所以在我们受生的每一世呢，然后呢都会有母亲。那每一世的母亲呢，就如同今世的母亲一般呢，就是如同今世母亲一般呵护我们。所以呢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每一世的母亲呢，跟今世母亲的恩德呢是一样的。那这样去推的时候呢，最后就可以推到说，一切的友情呢，其实都曾经当过我们的母亲。那为了能够让所有的母亲呢，就是今世的母亲以及过去的母亲呢，我们都希望说他们能够得到安乐。那能够让他们获得安乐最好的方式呢，就是把他们安立于最安乐的最就近的果位。那要将一切有情安立于最就近的果位的话呢，那我有自己先成佛，除此之外呢，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助他们。所以呢，由此而升起菩提心。那第二个呢，会由自他换的方式呢，先去思维说自他呢是平等的。那自他为什么是平等的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说，无论自己呢或是他人呢，都是希望能够离苦得乐的。那不仅说离苦得乐这一点是相同的，而且我们知道说，我们想要
离开痛苦获得快乐呢，那其实我们说的苦乐都是关待于他人的。那唯有其他的友情呢，能够获得最究竟安乐的时候呢，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最殊胜的安乐。所以呢，为此呢，我要帮助一切的友情呢，成就佛果位。那要帮助一切有情成就佛果位的话呢，那也唯有自己成佛呢，才有办法利益到其他的有情，能够帮助他们成就佛果位。所以为此呢而升起发心。那在升起了发心之后呢，那接下来最主要就是我们要立下一个誓言，就是从今天开始呢，乃至于未成佛之间呢，我都要尽我的能力呢去利益一切的有情，并且尽我的能力呢不要去伤害一切的有情。那所以呢，就是我们在修心的时候呢，那像一些修心的教授呢，大部分呢都会提到说，我们最主要呢就是要想办法在心绪里面呢升起三主要道。那我们讲说三主要道呢，就是提到说是出离心、菩提心，还有像是空正见，就是我们所讲的空性。那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呢，那我们所做的善行呢，它是没有办法成为解脱的因，或者说呢，如果我没有出离心的话呢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厌离轮回。也就是说呢，如果我们所行的这些善呢，没有出离心摄持的话呢，那你所行的这些善行呢，它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解脱的因。那同样的呢，在我们行善的时候呢，如果没有菩提心做摄行的这些善，它就没有办法成为一切偏执的因。那同样的呢，如果我们在行善的时候呢，没有空正见摄持的话呢，那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脱离轮回，就是能够成为轮回对治的一个方式，或者说能够对治烦恼的一个因。所以才会提到说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在修心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有出离心，还有菩提心，还有空正见三者呢，一定要摄持的缘故。那我们呢，就是在讲述出离心的时候呢，那所谓的出离是出离什么呢？那出离心它所字面来讲的话呢，就是从轮回里面能够出脱离开，就是要升起一个厌离轮回的心，就是脱离轮回的心。那我们如何升起一个想要从轮回里面出离的心呢？那想要从轮回里面出离出来的话呢，那第一个呢，我们要先了解到轮回的过失，然后了解到轮回过失的话呢，那我们就要先去观察到就是六道每一道的痛苦。那当我们能够了解到六道每一道的痛苦的时候呢，你自然而然呢，就会对你在这个轮回里面不断的流转呢，然后升起一种厌恶，然后想要快速脱离的这种心。就如同说我们现在呢，就是会觉得说，我们想要搬家，或者说从一个地方搬到一个地方去。那为什么想要搬家呢？其实搬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出一个说，搬家呢好像是我们只要透过搬家呢，就可以能够获得一个安乐的因。好像说我搬到某个地方去之后呢，我的痛苦就可以减少，或者说呢，我搬到某个地方之后呢，我的生活就可以比现在来得更快乐。虽然说我们内心是这样子想，但是呢，痛苦最主要的因呢是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心里面的这个痛苦不除的话呢，那无论说你搬到什么地方呢，但因为痛苦的因在你体内的缘故呢，所以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离开痛苦的。那呢，就比如说呢，可能我们在筹备一场旅行，或者说想要去郊游，那等到呢，就是明天呢都已经确定说呢，我要去这个地方去旅行，或者是要去这个地方郊游，然后内心非常的期待，然后很想去那边玩的时候呢，那我们今天晚上呢，自然而然内心就会很开心，觉得很快乐，就说，我明天真的要去那个地方，可以去那里玩。但是呢，等到隔一天早上呢，你要出门之前呢，然后可能呢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或者是呢听到某些噩耗或是不好的消息呢，那有了这个前提之后呢，那就算你人到了那个你非常期待、非常想要去玩的地方的时候呢，其实你的心也开心不起来。那就算说你周遭的这些伙伴呢，他们都玩得很开心，但你因为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或者说呢，你听到某些噩耗的时候呢，你还是没有办法开心的起来。那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能够让我们内心感到快乐的呢，并不是外在的这种环境，或是外在的这个地方。因为呢，如果是外在呢能够让我们感到开心的，这个地点能够让我们感到开心的话呢，那应该说今天早上不论家里发生任何的事情，或是你听到任何的噩耗，或是任何不好的消息的时候，你只要到这个地方呢，你就应该感到快乐，因为是这个地方它能够让你感到快乐的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并不是这个样子，因为并不是外在的环境或是处所可以让你感到快乐，而是最重要能够让你感到快乐，或是让你感到忧伤的是在我们内心。最主要呢，还是在于心的地方。
那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知道说呢，就是当我们呢感到很开心或是很高兴的时候呢，那如果说有一通电话打过来，然后呢马上告诉你们说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或者说一些很糟糕的事的时候呢，自然马上影响到我们的内心，我们那种高兴雀跃的心呢，立刻就平息下来，然后就会变成内心变得很忧恼、很痛苦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，能够让我们的内心感到安乐或是快乐的呢，并不是外在的声，或者说雨，或者说其他的这些环境等等，最主要呢都是由我们的心去决定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不了解自己内心的相状的话呢，没有办法去判断说，哦，我应该要保持这样子的心态，或者说呢，我应该要去除掉这样的心态，这种心态是不对的，这种心态是不好的，应该是我所要去除的话呢，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些的话呢，当我们遇到烦恼的时候，我们自然而然就没有办法去调整自己内心的状况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要学习心类学的缘故，因为透过学习心类学呢，我们可以了解各种新的相状。然后当你遇到其他境的时候呢，你自然而然就比较清楚说这个时候内心是什么样的相貌，那我该怎么去调整，或者说我该如何的去调服。所以呢，一切呢能够让我们感到开心或是快乐呢，都是在于我们的心。所以呢，世尊才会说呢，心安则安乐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就如同说呢，我们一般呢，就是平常在讲话的时候呢，会说哦，你这个人心很黑，或是你这个人心很坏，你很坏心。讲说小明很坏心的时候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在讲说小明心很坏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别去区分说小明他的根式，或是小明的意识，乃至于说小明他的分别心或是非分别心，乃至于说呢，他这个心呢到底是比度还是在觉知还是什么样的心，我们并没有去分别，就是很笼统的呢，就是一坨就说哦，小明的心很坏。但是坏的到底是小明的眼识呢，还是小明的意识在坏，还是呢他所有的心都很坏？这时候就是因为我没有去由心类学，没有去学心类学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把它全部都混成一团，然后就说哦，小明的心很坏。但是小明的心到底是哪里在坏呢？其实呢，就是小明呢，它属于烦恼的这一部分呢是坏的。那为什么说烦恼这一部分是坏的呢？因为它是属于颠倒的，就像我们之前讲到的，什么叫做颠倒的意识，或者说颠倒的心呢？就是你把是看成不是的，或者说不是呢看成是的这种心，就是所谓颠倒的心事。那这种颠倒的心事呢是不好的，是坏的。但是你不能说小明他的根是，比如说哦，小明他直凭的眼识是坏的，这样讲起来其实是没有道理的。所以就是为了区分这一些呢，我们才要好好的学习色类学。所以呢，宗喀巴大师呢，在了不了义善说章论的最后面呢，有提到说，我们能够了解多少呢？就要把我们所知的这些呢，都用在修心的教授方面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能够了解多少？了解之后呢，就要立刻呢，结合自己的心绪呢，然后想办法去修行。就如同呢，我们在讲心类学的时候呢，那学到最后呢，我们会提到很多心和心所的部分。那心所呢，其实分为非常的多。那我们知道说呢，我们在讲述烦恼的时候呢，就是烦恼呢，它有属于它的各个不同的心所。那这些心所呢，就是我们对治烦恼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要透用什么样的心呢，或者说哪一种心事呢，然后去对治这种烦恼，就是可以透由思维呢，然后去调伏我们自己的心绪。就比如说呢，我们在讲说小明呢，他现在正在伤害别人。那他在伤害别人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到说，哦，小明他在打人，他在欺负人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说，哦，小明他有一个他的心很坏。那小明心很坏的时候呢，是坏在哪里呢？其实就是伤害人的那个心，就是我们讲的呢，就是伤害人的这个心。那伤害的这个心呢，它其实这种心事呢，它是一种心所，并不是说哦，小明他所有的心事呢都是坏的，而且我们在讲说小明他在坏是坏在哪里？坏在伤害人的这个心所呢，因为有了这个心所缘故，他才会去伤害别人，并不是说小明呢他所有的心事呢都是坏的。所以呢，当这时候我们就要去区别出来说，哦，其实小明呢他是伤害别人的这个心所呢是不好的，但是除了这个伤害别人的心所之外呢，那其实像小明他本身可能也有很多的善心所，或者说他的根式还有等等的，你不能一竿子打翻说哦，小明他的心是坏的，只因为说他有一个就是
伤害别人的这个心所缘故，就把小明所有的心呢都说成是坏的，并不能够这个样子。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些区别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透由这个呢，然后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心，然后呢不要这么常去光过，或者说让自己的烦恼呢能够猛烈的升起。那这些呢都是透由学习心类学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直接拿来修心的部分。那所以呢，就是我们以一个东西来说，或一个事物来说的话呢，就是这个东西呢，就是它如果有很多功用的时候呢，它有很多功能的时候呢，我们并不会说它有某部分的缺失的时候呢，然后就把这个东西给丢掉。就比如说呢，一个黄金呢做成的瓶子，一个金瓶呢，那这个黄金做的瓶子呢，可能不小心破掉，或是缺一个角的时候呢，我们并不会把这个黄金的这个瓶子呢给丢掉，因为呢，它虽然说它已经没有具备这个瓶子的功能，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黄金呢再熔掉，然后呢去做耳环啊、项链等等这些饰品，所以因为它还有公用的缘故呢，所以我们方有缺失呢，然后就把这个东西给丢掉。那或者说呢，现在有一些笔呢，就是它在笔端有手电筒的，所以当这一支笔的笔芯呢，用完的其实都是有好的部分，也有不好的部分。但是我们不可以因为人有不好的部分呢，就把这个人完全给否定掉。就看到呢他的某一部分的过失呢，然后就直接说，哦，这个人是不好的人，这个人是坏人，这个人的心很坏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大部分呢，我们是只看到不好的这一部分，所以就把这个人给直接否定掉了。所以同样的呢，其实我们可以颠倒过来，就是好好呢去观察一个人的功德。当我们好好去观察一个人的功德的时候呢，我们自然而然呢就会去除掉说，看到这个人的过失呢，然后就去毁谤他，或是呢因为不喜欢他呢，然后就去讲他的这些过失。所以同样的呢，我们在看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也是要去了解到说，他的心呢，其实有分为好跟坏的这一部分，所以才说为什么我们要常去观察别人的功德的缘故呢，也是在这里。那就是一不小心呢，又讲太多。那讲这些最主要目的呢，就是在告诉大家，为什么我们要每天呢都是要去观修皈依和发心，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因为就是我们要能够，我们现在讲说我们要修心，或是想要调伏自己的心绪呢，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就是透过皈依和发心的方式。因为呢，讲说以我们现阶段状态来说呢，我们是透由观修皈依跟发心来调伏自己的心绪会比较快呢，还是透由学习色类学之后来调伏自己的心绪会比较快呢？我觉得现在呢，应该以我们现阶段来说，应该是透由观修皈依跟发心呢来调伏我们的心绪呢，应该是这个作用呢会比较大，所以呢才会告诉大家说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什么时候都要很认真的去做皈依跟发心，乃至于希望说大家呢每天都要做皈依跟发心的目的呢就是这个，所以为此呢才讲了这么多。